台湾伫2026年就会变做是超高龄的社会哦，老大人会占社会台湾社会人口的2成，也毋过伫嘉义有真侪砖头，老大人早就拢已经超过5成咯。咱台的记者要带大家来看全嘉义老化指数上悬的砖头，义德乡的溪洲村，来看伊是安怎来面对老化的议题。 老大人对音乐做伙叮当，大家拢真投入。这是大平常时大家拢到社区的长照站来报道，牛会也记录身体的状况，确定有安静的无活动的安排甲正心息。 安尼，大家安尼搭伫遐活动，伫遐休啊，讲话安会投机，啊，伫遐安尼有讲有笑吼。大概平均的年龄拢差不多咧85岁吼，所以第一吼老化一定是有的嘛，一寡慢性的疾病其实嘛是有。这是嘉义县老化指数上悬的砖头，义德乡的溪洲村。啊，你讲要叫我去向少年的大较有可能。 家己一个人住的76岁时大表示，敢若看因兜的三合院，上侪人的时阵住30外岁，即马敢若剩3个人，搁住3位。咱过老人的孤独的生活，安尼惯势就好啦。好健康，就等于咧甲少年汉钱。偏向人口流失，地方产业的经营形态嘛伫咧转变。 而伫即块日啊，真侪田拢已经签好小地主大电农的计划。不过，未少年岁已经超过80的农民，依然是坚持逐工要去做事。咱家种即个玉米尔，饲料玉米啊，算做咧拄好，无啥够成本啦。 溪洲村上侪人的时阵超过1000人，即马在职的人数虽然有500外人，也毋过真的住伫咧当地，敢若有270人左右，老大人就占150人。这时代坚持住咧砖头守护祖产甲厝地。咱用落来，你毋通搁坐去啊？差不多啊啦，即马一宿大家砖头拢共款安尼啊啦，有出入无倒来，啊即马就是讲你看砖脚有啥物改变。 有啥物方式会当倒外流，会当过来当装安尼？高龄的社会毋但发生伫嘉义，根据国发会上新的数字，台湾人口今年开始逐年的减少，伫咧2025年会变做是超高龄社会，老大人的人口占全部的1/5。毋过伫咧嘉义偏乡真侪砖头的状况，老岁仔人的比例早都已经超过5成。嘉义县目前这个情形啊，是台湾的缩影啊，变做讲吼嘉义遮这个。 所在吼，咱安怎甲因应吼，会变做一个最重要的迄个参考经验制度啦吼，法律啦吼，还是讲咱产业啦吼，要来去配合，要来调整吼。台湾超高龄社会这粒电视的炸弹啊，时间长咧走，比你我所想的拢紧真济。虽然政府有放出长照的计划，老岁仔人互相照顾等等的政策，也毋过实现的基点感受会到极限砖头，甚至是灭村的速度，需要咱继续来关注。记者尤伟珍、林慧婷嘉义报道。